信唔信一個月儲200蚊，2年就可以變成12,000蚊？哇，計落有成2倍回報喎！呢個計劃咁筍，原來係兒童發展基金設計出嚟，幫助10至到16歲嘅小朋友同青少年儲錢。計劃分成3個部分，青少年每個月儲200蚊，社會配對基金就會同樣儲200蚊入去。儲夠2年，政府就會發放3000蚊嘅獎金，即係一共多咗7000幾蚊。計劃提供13000幾個名額，目的係幫助一啲弱勢家庭，例如係綜援戶小朋友嘅學習需要。讀緊中3嘅阿月參加咗呢個計劃近2年，覺得計劃幫到佢。呢筆資金咧，以後咧都可以做我學業上嘅發展啦。例如我依家英文唔可以攞去補習嗰啲英文咯。配對基金主席謝慕智話，除咗錢，社會對青少年嘅關懷亦好重要。就咁俾錢佢嘅時候，真係好似頭先蔡姨講，俾錢係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呢？如果俾錢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，即係根本上可能唔係一個問題嚇。但係我哋覺得青少年嘅成長，錢係重要，但係錢之外，仲要有人嘅關懷，有整個社會嘅關懷。配對基金仲會組織義工作為青少年嘅生命響導，帶佢哋參加唔同嘅活動。ONTV 東方電視記者魏敏燕報道。